大家好，呢度係八妹開台，我係八妹。今日同大家探討一下破地獄。相信好多朋友都睇咗舊年上畫嘅破地獄，可能由於八妹係子華嘅鐵粉啦，所以睇咗3次都仲要喊足3次。呢部電影對八妹嘅觸動好深，因為八妹喺好多年前都失去咗至親，我嘅爸爸。當時八妹只有22歲，大學都未畢業，父母又離咗婚，所以承受咗好多。不過都過咗去啦。今日唔係想講八妹自己嘅事，我就係想講，由於自己有失去至親嘅經歷，所以對破地獄呢個題材特別有感觸同埋有興趣。因為內地係冇破地獄呢個儀式嘅。我第一次接觸就係睇 TVB 嘅潛行追擊。Bosco 裏面一開始嘅職業就係做破地獄嘅師傅，直到子華嘅呢部電影上畫，就對破地獄呢個儀式更加上頭。一開始我俾呢部電影嘅介紹俾我 roommate 睇啦，佢一睇就話中國對電影嘅翻譯真係亂咁嚟㗎，咩 Last Dance 完全都扯唔上關係。其實我 roommate 之所以咁講，係因為佢完全唔知道破地獄係咩嚟。如果佢睇到破地獄裏面嘅南無師傅嘅功架，就會知道呢個翻譯到底有幾貼切啦。咁我今日亦都唔係做電影解說，頭先都講咗大陸係冇破地獄呢樣嘢嘅，所以就想同大家科普一下破地獄呢個殯葬儀式，包括歷史由來啦、文化意義啦，同埋想探討一下點解大陸冇破地獄呢個儀式。首先講破地獄嘅歷史由來啦。破地獄係喪禮上嘅一種超度儀式，源於佛經故事，今日已經演變成咗道教科儀。靈堂上面，道士會以9塊瓦片圍住黐咗生油嘅元寶，同埋寫有先人名字嘅紙，然後呢，就點着個元寶，手持長劍，圍住火堆，一邊轉圈一邊念經，跟住呢，就用劍將瓦片逐一咁擊碎。9塊瓦片呢，係象徵9方地獄，所有瓦片粉碎之後，破地獄呢就大功告成啦，代表亡魂已經得到超度，脫離苦海。咁破地獄嘅來源係咩呢？其實就係同盂蘭節有關嘅目連救母嘅古仔。早喺北宋嗰陣，已經有人搬演目連救母嘅雜劇，大家可以睇翻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嘅卷8。當時係咪已經有破地獄呢套超度儀式呢？就唔敢肯定啦。不過相信後世嘅科儀一定係有受到木蓮戲嘅影響，可以話破地獄就係中國少數流傳到而家嘅一個宗教劇。至於目連救母嘅源流，講起上嚟就長篇啦。一般認為呢個古仔係嚟自西晉竺法護翻譯嘅《盂蘭盆經》。呢本經文全文連1000字都唔夠，但係影響力呢就深遠到極。冇盂蘭盆經就冇破地獄儀式，冇中元節嘅盂蘭盆會，更加唔會有破地獄呢套電影。古仔係講佛陀嘅大弟子目連得到神通之後，佢見到亡母跌落餓鬼道，就攞飯俾阿媽食啦。點知食物未入口就已經化為灰燼，目連悲痛到極，唯有走去求佛陀幫手。佛陀同目連講，佢阿媽罪孽深重，單靠一個人嘅力量係救佢唔到嘅，要集合十方眾僧嘅神威之力。於是呢，就叫目連喺7月15整盂蘭盆，準備飯啦、百味5果啦、吸罐盆器啦、香油定燭啦、床敷臥具，盡世間嘅好嘢擺落個盆度，供養十方大德眾僧，靠呢個功德令佢阿媽從餓鬼道裏面解脫。
盂蘭盆經冇講目連阿媽生前究竟犯咗乜嘢罪，但係後世搬演目連救母嘅古仔就加鹽加醋，話目連阿媽姓劉，劉氏佢唔信佛法，攞咗狗肉饅頭俾和尚食，死嗰陣就俾五管唐叉捉咗去，跌落咗地獄。目連就用盡法力救佢出嚟，而目連戲嘅主要劇情就係目連落去地獄救阿媽嗰陣，沿途見到嘅一幕幕滑稽嘅場面。大家可以睇翻周作人嘅《談目連戲》，原來目連戲都有搞笑嘅情節。呢個目連救母嘅古仔千幾年嚟深入民心，但係近代好多學者就質疑佢係假嘅，理由包括係中國同印度嘅曆法唔同啦。印度佛典唔會講7月15，而且印度古族亦都冇7月15盂蘭盆會。好似邵仲洪兄佢之前喺明報發表嘅破瓦同埋破瓦法所講，近代學者認為盂蘭盆經唔係源自印度，而係喺漢土寫成嘅。類似古仔亦見於南傳巴利佛典餓鬼事，但救阿媽嘅係佛陀另一個弟子舍利弗。學者認為呢個就係目連救母嘅雛形啦。其實除咗餓鬼事，三國時期吳國高僧知謙翻譯嘅《贊集百元經》卷5都有個幾乎一模一樣嘅古仔，叫做優多羅母墮餓鬼園。不過救阿媽嘅主角唔係目連，而係優多羅。優多羅阿媽生前因為侮辱過修行嘅人，又孤寒唔肯供養，死後就跌落咗餓鬼道。優多羅於是設齋供佛同眾僧，終於令阿媽脫離惡道。咁呢個古仔嘅結構呢，明顯同盂蘭盆經係大同小異嘅。贊集百元經早過盂蘭盆經出世，同卷仲有個古仔叫做目連入城見500餓鬼園。目連喺呢度冇救阿媽，但都有設齋供佛同眾僧，超度500餓鬼。可見竺法護嗰本話係翻譯嘅盂蘭盆經，好可能係喺優多羅母墮餓鬼園嘅基礎上二次創作，仲撈埋目連入城見500餓鬼園嘅元素，將主角換成咗更加出名嘅目連。咁破地獄嘅文化意義有啲咩呢？首先第一就係生死觀嘅戲劇化展演啦。當然以超度儀式嘅意義同功能嚟講，目連有冇救阿媽？盂蘭盆經係咪二次創作古仔？淨係靠跳舞擊雅，而唔係設齋供養十方大德，夠唔夠解除罪業呢啲問題，其實都唔係重點。講白啲，破地獄表面上係為亡魂打破地獄枷鎖，實際係一場做俾活人睇嘅心理劇。儀式入面，法師揸住石像、跳光步、劈瓦片，動作誇張到好似粵劇武生，其實係用象徵手法將死亡焦慮轉化成一場視覺表演。生人睇住法師打通地獄，潛台詞就係：你睇，阿媽已經上咗極樂啦，唔使再掛住啦。呢種儀式某程度上係抽象嘅死後世界具體化，等生人更加容易咁消化。第二就係孝道倫理嘅另類傳承，成個儀式嘅劇本骨幹始終離唔開目連救母嘅孝子救母套路。就算現代人唔信地獄有18層，但係見法師扮目連嗌阿媽等我嚟救你，依然係會觸動華人社會根深蒂固嘅報親恩情結。尤其係香港嘅老一輩，好多自己捱過戰亂移民，對子欲養而親不待特別敏感。破地獄某程度係將儒家孝道打包成道教儀式嚟傳承。第三就係多元信仰嘅共生脈絡。破地獄儀式撈埋佛教盂蘭盆經嘅救贖觀，道教破幽科儀，其實係華南宗教文化層層疊疊交融嘅活標本。學者田仲一成曾經講過，宋代之後嘅喪葬儀式好多時以佛為體，以道為用。
即係佛教提供輪迴解脫嘅終極關懷，而道教呢，就擅長符咒、干布呢啲具體操作。呢種體用分治嘅智慧，正正就反映咗華人社會對信仰嘅實用主義態度，唔執着教義之爭，最緊要係生死大事上面多神護航。就算喺香港呢個高度都市化嘅今日，法師行儀嗰陣依然嚴格跟足廣成儀制嘅破獄程序，對傳統程式嘅堅守，暗藏對文化根脈嘅一個敬畏。第四點就係表現咗現代性同傳統嘅辯證傳承。戰後香港殯儀業將破地獄儀式濃縮成3粒鐘嘅殯儀套餐，表面好似係傳統妥協，實際上係民間智慧對於現代時空嘅創造性回應。人類學家陳善分析過，簡化版嘅儀式雖然慳咗古製中過十殿依類繁瑣嘅環節，但係始終保留咗擊瓦渡橋呢啲充滿象徵意義嘅核心元素。呢種做法就好似民族學者講嘅傳統發明，喺都市效率同埋文化認同之間攞返個平衡。更重要嘅係儀式過程裡面，家屬親手揸住招魂幡，跪喺度誦救苦經，呢啲互動依然維繫住華人慎終追遠嘅精神核心，令工業化時代嘅死亡唔會淪為純技術嘅操作。香港嘅破地獄儀式其實係一部流動嘅微型文化史，從目連救母嘅佛經本身，到宋代雜劇嘅戲兒合一，再至到嶺南廣成教科儀嘅在地化，佢嘅演變軌跡反映住華人宗教禮失求諸野嘅頑強生命力。而家嘅法師喺殯儀館瓷磚地上踏出嘅光步，某種意義上仍然係延續緊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嘅北宋傳統。呢種跨越千年嘅儀式韌性，正正係印證咗法國年鑑學派重視嘅長時段文化結構。無論時代點樣變，人類想超越生死隔閡嘅渴望，始終係文明最深層嘅一個共想。好，咁探討一下點解大陸冇破地獄嘅呢？大陸嘅殯葬儀式其實大體嚟講同香港係差唔多嘅，就係做法事呢一 part，香港就係破地獄，而大陸就係簡單咁樣做個法事。簡單到咩程度呢？一切就好似流水線作業咁，我無論作為主人家或者親友，都會覺得呢啲法事做得好冇黑，做咗好似冇做咁。而香港破地獄嘅儀式真係睇到人好震撼，有啲甚至係好感動啦，即係好似電影裡面嘅情節咁樣啦。既然破地獄係源於北宋甚至更早，又係一種表達對先人嘅孝心，教人放下執着，超度生人死人嘅傳統民族文化傳承，甚至已經被評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點解反而喺大陸就消失咗呢？咁首先呢，就要講到破四舊運動啦。破四舊係咩嚟嘅呢？大陸嘅年輕朋友可能未聽過，如果諗住去百度搜嘅話呢，我就建議你可以慳返啖氣啦，因為百度已經搜唔到呢個詞。咁大家可想而知，又係某黨嘅把戲啦。咁破四舊呢，就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由大中學生、紅衛兵帶頭搞嘅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呢四舊嘅一個社會運動。喺1966年嘅6月1號，《人民日報》出咗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話要徹底破除幾千年嚟剝削階級搞出嚟嘅毒害人民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到咗8月8號，16條白紙黑字寫明破四舊、立四新係文革嘅主要目標。1966年嘅8月17號晚，北京二中班紅衛兵寫咗大字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
話要砸爛晒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班後生仔搞咗份初稿，有領導批准用中國青年報印刷廠將傳單原印出街派。第二日，即係8月18號，毛澤東第一次喺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北京嗰班紅衛兵就開始上街破四舊。紅8月期間，班紅衛兵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嘅破舊立新變成對所謂四舊嘅實物破壞，搞到全城爆發改名潮。一時之間，改街道名、工廠名、公社名、老字號鋪頭名、學校名，然之後剪爛晒嗰啲窄腳褲，唔俾剪飛機頭，唔俾着火箭鞋，批鬥班學者、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呢啲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搞到雞飛狗走。例如班紅衛兵話北京係社會主義中國嘅首都，點可以留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嘅臭名？結果就將蘇聯大使館門口嗰條揚威路改做反修路，使館區嗰條東交民巷改做反帝路，連紀念抗日將領嘅同麟閣路都改做四新路。當時新華社仲連環出稿唱好呢啲破壞行為，好似人民日報社論好得很，1966年8月23號裏面講，街名、商號、服務業嘅陳規陋習仲散發住封建同資本主義臭味。廣大革命群眾忍夠啦，紅衛兵用鐵掃把幾日就掃清晒呢啲代表剝削階級嘅嘢。根據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德，當時做緊北京市委第2書記兼代市長，佢回憶破四舊期間，毛澤東曾經叫佢匯報情況，當時林彪班人都在場。毛澤東話北京幾個朝代遺留落嚟嘅舊嘢一直都冇人敢掂，今次破四舊掂咗，咁都好嘅。林彪就補飛話呢個係偉大嘅運動，最緊要唔好打死人就得啦。咁破地獄呢啲傳統儀式呢，係被視為迷信啦、舊文化啦、舊思想啦，當然亦都喺呢個運動裏面就係被消滅咗嘅。咁除咗當時發生嘅呢個歷史事件之外呢，咁第二個原因呢，我覺得就可以歸結於中國人有冇信仰呢個問題啦。喺西方嘅宗教標準嚟講呢，中國人可以講係冇信仰嘅，但話中國社會完全冇信仰呢，又未必啱。關鍵係點樣定義信仰？宗教信仰可以分一神論、多神論、泛神論同無神論，仲有政治信仰、民族文化信仰、民間習俗信仰等等。中國人有冇信仰，好難單用宗教標準嚟判斷。如果唔局限喺宗教，其實中國人嘅信仰五花八門。喺政治上有8000萬嘅某黨員同1億嘅某團員，宗教上官方話有1億人信佛道醫基天呢5大教，其實學術界估計係超過有3億嘅。民間信仰就更加多樣啦，唔同族群同地區各有特色。文化信仰方面，以儒家為主嘅漢族信徒就更加多到數唔清。咁既然咁多信仰，點解話中國人信仰缺失呢？最大問題係各種信仰之間冇共識，太過個人化。更重要嘅係個人利益往往凌駕於信仰之上。好似有錢使得鬼推磨呢句俗語，就反映咗民間信仰功利化，難以形成社會共同價值。全國調查顯示，只有7.4%嘅人認為有信仰嘅社會係理想嘅，證明信仰缺乏係普遍認同。傳統信仰以天地君親師為核心，重點係放喺權威人物身上。但係當啲大人物自己腐敗，例如有高官帶頭睇風水、修祖墳，就會搞到政治信仰失去咗神聖嘅感覺，變成人人口講但係唔信嘅空話。而家仲有班人搞懷疑之辯，
話強大嘅中國人唔應該信外國教，要重建單一嘅民族信仰，搞到大家更加困惑，究竟乜嘢先至係真正嘅信仰？喺2011年，盂蘭勝會正式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入面嘅主要儀式就包括咗破地獄。其實同破地獄一樣，大陸好多傳統嘅喪禮儀式，既有迷信嘅一面，亦有民間習俗嘅一面。當中嘅人情味，體現咗對亡者嘅緬懷同埋對生者嘅關懷，好似解穢酒啊、請街坊食齋啊、派平安米濟貧呢啲習俗，早就已經滲入咗日常生活，變成街市阿姐收檔前殺溪錢、封利是、茶樓阿伯晨早留定吉位嘅民間智慧。呢啲睇落好似好瑣碎嘅舉動，其實暗藏住一套傳承咗千年嘅生死哲學。死亡唔係終結，而係轉化成另一種形式嘅共生。好啦，破地獄嘅話題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覺得八妹嘅分享幾有意思，就請撳個小鈴鐺，點個讚，俾個鼓勵，下次可以繼續睇到八妹嘅更新。好啦，我哋下期繼續開台，拜拜。